三妹，这次你回宫，万事要小心。如果有什么事情，马上通知我们。父皇，静儿回来了。快起来，起来！我说静儿，你走就走啊，你也不好好藏起来，还惹出这么大的祸。是静儿不孝，酿成大祸，还请父皇原谅。还谈什么原谅啊？你这次回来，朕真的不知道是该高兴，还是该难过。朕对不起你，无法还你自由，还让你回来替朕担这么大的责任。不是父皇的错，是女儿太自私了，只图自己的一时欢乐，却忽略了父皇，还有黎民百姓。女儿闯下的祸，不能再让父皇还有无辜的百姓替我承担。静儿，父皇我对不起你的母后，我更对不起你。父皇，您别这么说，女儿是心甘情愿回来的，女儿愿意和亲，以息战火，平民怨。父皇，您别难过，女儿这次是真心的，能够出去自在这一趟，女儿此生无憾。静儿，你这面具是怎么回事？此事说来话长，还请父皇听静儿慢慢道来。好，我们回内殿谈。走。幸亏你回来了，你要是再不回来，让我等急了，我可是要催动毒蛊的。你不会的。多日不见，你比以前更英武了，眉宇间又增添了几分霸气。多日不见，娘娘的容颜也更加妩媚了。没想到去了一趟南疆，嘴像抹了蜜似的。我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份。你说的对，我们是同类，所以我们才应该在一起。你真的想通了？当然，不然的话，你以为你的蛊毒我会害怕吗？我只是想明白了，我要的是权势、美人和天下，而你正好是我需要的。我一见到你就知道你不凡，果然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。你放心，我会帮你得到你想要的。不着急，等事成之后，有咱们快活的日子。什么时候事成啊？当然是夺了天下。要等多久？很快，只要你肯帮我。想让我怎么帮你？首先，不能让公主和亲，只有我朝和异族交战，两败俱伤，我趁乱起事，才能坐收渔翁之利。
公主这一路上历经磨难，又受妖咒荼毒，如今去和亲，别说异族可汗是否会为之前的事情报复，光是见到公主脸上的妖印，只怕公主便是难逃一死。那怎么办呢？郑副委有什么办法可以救公主吗？我原来是想找一个宫女替公主和亲，以纱蒙面，能满一时是一时。因为在异族当中，见过公主的只有那个特使，我之后再找机会除掉那个特使，应该就能蒙混过去。只是，这是什么？明日就是和亲之日了，远嫁异族凶多吉少。这一时间，我上哪儿去找那么合适的人选？这一次，我朝和公主，怕真的是难逃一劫了。郑副委，巧儿愿替公主和亲。巧儿姑娘，你可别冲动啊！此一去恐怕是九死一生。巧儿不怕，公主对巧儿恩重如山，巧儿愿意为公主而死。难为你了，巧儿。我替公主谢谢你，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件事情不能让公主知道，否则以她的……郑副委，你放心，巧儿知道该怎么做。公主，明日一别，也不知将来还能不能再见面。巧儿，生死有命，但求来世。来世我们不做主仆，希望能够成为姐妹。公主，有你这句话，巧儿就知足了。巧儿，今后你要好好的照顾自己。公主，这是奴婢最后一次为公主梳妆打扮了，可不可以让奴婢再看一次公主的容颜，好永记心中？我希望你记住的是我以前的样子。兜了一圈，又回来了。同样的场景，看来我终究还是逃不过命运的安排。公主，这是我让人给你准备的安神汤，你刚回宫，喝了它好好休息。公主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巧儿走了，来世再侍奉你。什么时辰了？公主已经40了。40，糟了！快给我更衣！
公主，来不及了，和亲的銮驾早已出城，只怕快到异族大军处了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我都还没去呢。巧儿呢？啊，巧儿，巧儿。喝点水吧。谢谢郑副尉。